然后当对一切慎重发起情不自禁的恭敬心之后，观想所有慎中从边缘意识化为光融入中央三宝总计上师体内，上师也化光融入自身，以此为缘，以自相续身体会中诸尊重心相续中的圣意菩提心，念诵发愿及圣宝菩提心，为生愿身体一生勿退失，不断愿增长。这个部分我们有就念过嘛，对不对？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在从内心里面以这样的去祈祷并诵文殊师利勇猛之普贤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承叹，如是最深诸大缘。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等回向文。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就是最后的回向的部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完整的经过一至三殊胜的过程。如此把菩提心概括了佛陀所宣说的8万4千法门全部之精华，是有则皆主，无则皆缺之教也。犹如百病一药，万应丹一样。其他所有积累资粮、净除业障、观修本尊、念诵咒语等一切修法，都是为了令自相修身体如意宝菩提心菩提心之方便法而已。若不依靠菩提心，则通过种种途径也不能获得圆满正等结果位。如果相续中升起了此菩提心，则修持任何法全部成为获得圆满佛果之因。所以我们应当一切时处为以种种方便修学，使自相续升起菩提心，尤其是为自己宣讲菩提心窍诀的上师，使自己趋入大乘道圣道，因此教开始其他教研之上师的恩德更大。所以我们平常在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平常就像我们自从我们有台湾祖亲大圆满佛学会，到今天也做了很多的法会，参加了很多的法会，包括我们每个礼拜的共修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主要都是为了能够从内心当中升起菩提心。如果我们没有升起菩提心的过程，是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修持其他的单是修持其他的就没有太大的用。所以这些一切的其他的一切都是非常重要，但也是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可以升起菩提心。那么为什么前面里面也是做菩提心如意宝？如意宝是一个比较，如意宝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意思。就像一个东西有了它，我们实践的任何一个东西所需要的求什么就给什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个可以叫做如意宝。但是真正的如意宝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一个众生来说的话，就真正的如意宝就是佛陀的教法。那么在如意宝当中的最重要的如意宝就是菩提心。那么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那其他的所有的也是
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获得我们真正的这个菩萨的果位。没有获得菩萨果位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了。相当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人没有去真正的学习菩提心，跟没有真正的去学习这个佛法的真正的道理的时候，那我们从我们自己的一个在这个中心里面的一个经验来说吧，也是有些弟子呢，就是有些法会或者是有些活动上面非常的发心那么就很多方面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热心，但这种呢就是在时间不长，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只是做一些功德，然后做一些护持，然后呢做一些义供，但没有要真正的学习。没有真正的学习的情况下，说明也没有真正的修持。没有真正的修持的情况下，不会在这个10几20年的时间一直不断的在共修，一直不断的在一个上师，一直不断的在护持一个佛堂。因为这个来说到，就像能够可以在长期以这样的学习的这些，那说明也是长期也是自己也是有发心修持。那么自己有发现跟没有发现，但是也是说明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个慈悲跟那个菩提心的增长一天一天的。我们前面有念那个相当就是说珍贵菩提什么殊胜菩提心未生愿升起，一生未退失，不断愿增长，这是我们的一个祈愿望。实际上真正的达到这样的所谓的菩提心是非常殊胜的，珍贵无比的。那么我们在从内心当中，就是本身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发芽跟这样的一个可以种子埋在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能够它有发芽的机会，它有可以结果的一个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曾经没有在这个产生这样的一个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祈愿要赶快发芽，赶快开花，赶快结果。那么在这个如果是在发芽，那我们不要有任何其他的障碍打断这个这么殊胜的这个因缘嘛。所以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障碍，就像我们养一个花一样的。那么先种子埋下去发芽，它是一个过程，浇水，然后就是给它一些那个怎么说呢，肥料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过程都是非常的重要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它的如果是我们没有照顾好，那它的生命就是会非常非常弱嘛，对不对？所以就这样的一样，我们的这个修行当中呢，就是我们菩提心的生命也可以说是非常弱。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环境众生本身的这个众生本身的这些怎么说呢，那个因无明以贪嗔痴的这个五度的烦恼非常严重。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一开始修持的一些这个初学者来说的话，他的这个菩提心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一个弱的非常弱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就是维护，就像那个花里面就是浇花，然后就是让它日照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照顾一样，我们一定要维护自己内心的菩提心。所以我们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一些修行人定了很多的戒律一样，尤其是在小乘佛教的时候呢，就相当白解脱戒这些方面呢，就是非常严格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善心是非常弱，善心非常弱的情况下，身跟欲意这三个集中能够在一个殿上是非常难的。所以呢，就是身体的行为是非常重要，语言的行为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是有定了那么多的这种怎么说呢，戒律那么这里不能去，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样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因为如果是一旦有这些的这个实践法的障碍的话，那么就是善心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就是直接耽误了你的解脱，直接断除你的解脱的生命。
所以大乘跟小乘有戒律方面有些的不同的原因是，就比如说菩萨戒的时候，就像那个别解脱戒当中来说的话，也是，那么在到了这个大乘的过程，就是到了菩萨乘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为一些呢，就是在大发心者的菩萨呢，就是为了他那能够可以在为了他人能够可以放弃的一些的戒律，又是不同的原因都是在这里的。已经是大乘菩萨的一个发菩提心，内心就是有了增长了，就是一定的菩提心的人，那么就是在身体语言的这些行为呢，不是特别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影响不到他的真正的修持了，影响不到他的菩提心，影响不到他的菩提心的情况下，那也有一些的，就是有些就相当就特此一样的，有些就是在这个戒律方面也是从小乘到大乘、密乘、金刚乘的过程当中，都有些不同的原因，都是这样。就根据是菩提心的这种程度，跟菩提心的所谓的这个生命已经讲了，就像一棵树那么在一开始它种子在发芽的过程当中，生命是非常脆弱。但是它已经长到很高很大的时候，那么就是相当就是在不用去管它做什么，它都是已经会长得很好的，也不用去浇水，也不用去照顾，也是长得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就这样的，相当就是种一棵树的时候呢，前面的几年时间里面不能去碰它，也一定要浇水，一定要照顾它。那么冬天也不能让它冻那么就风大的时候也是不能让它吹走。所以就是左右都是要护着它，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它就是扎根了，那就不用去管它，它就是到最后就是叶子都是怎么说呢，铺面天空一样的，所以就完全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就像这样，我们修行人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信心比较脆弱然后坚定的心也比较脆弱，这种时候呢，就是维持自己的行为是一个非常清净，然后就是要长都长出来的，相当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假障不好，但是我们修持世俗菩提心的时候呢，很多就是要长也是长出来，长一长假障，今天就是几个人在的时候假障一下修得很好的，那我就每天做什么功课就是假障，或者是在行为也是恭恭敬敬的，然后就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实际上它是一个假障的，但是为了修行，为了能够可以有成就，你就行为都是假障也好，变得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斯文一点，那也是很好。那时间久了，它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话，也是不是不好，这都是很好的。那如果是在根本就没有修到什么成就的时候呢，就一切的这些行为都是完全都就不去顾它，说一切都是以心为重要，行为不重要，什么今天就是所有的行为都是乱成一塌糊涂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说明你修不好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可以假装的那么让自己稍微斯文一点，或者是在自己就相当就是要尊重他人的这些。你如果是假装出来的话，你也不能说他是假兮兮的，不能这样说，也能够可以你有一个假兮兮，这也是有一个相当就是懂得羞愧的人，懂得羞愧，所以你假装也是假装出来的。那有些人不懂得羞愧就是不管他说什么我就不管了，反正就是我是怎么样子的行为就是什么样子的行为我就什么就是没有什么他人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想的一切都是是对什么这种，那就这个就是不行所以就是我们修行人呢，就是一切行为都是一定要怎么说呢，如理如法。所谓的如理如法的意思是什么呢？互相要尊重，对上师三宝要尊重，对金刚师兄要尊重，对所有一切众生就是要有尊重。
本则连着看着